来看美国国务院公布今年的人口贩运的报告，台湾连续13天拢提到相关责任同哦。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讲，台湾伫对台渔港甲看护港嘛是各有未少问题。台湾第一集名不符实，台湾第一集名不符实。美国国务院公布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，台湾连续第13年摕到第一个上好的评价。不过，关心渔港权益的民间团体今仔日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出，只要有相关的法律，就会使摕到第一级。这个标准并无代表台湾无人口贩运的问题。这个不是在一般的正常国家最基本的法律保障而已吗？所以这个当作是这个。替报告在做检视的时候的标准啊，所以这个门槛真的非常低。民间团体协助真侪受到绑架、强迫劳动的个案，有外籍渔港的行李，互头家等落海；嘛有渔港一来台湾，就互头家逼签借据收服务费，害渔港也未开始做工课就欠销。Saya pindah agent yang baru, tapi yang minta 6.000 itu agent yang lama itu yang。比如说我要换中介、换雇主。旧的中介就要跟我收钱6000块，他1毛钱都没借，1毛钱都没有借的渔工，却可以被捏造、被要求写这种根本假的借据，这不是强迫劳动。什么是强迫劳动？这不是人口贩运，什么是人口贩运？民间团体希望政府应该爱落实人口贩运报告内底的建议，莫因为摕到第一级就无去正视当咧发生的悲剧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